真出名的连锁咖啡厅西雅图，拢来宣称讲，因用的咖啡豆啊是100%高价位的阿拉比卡的豆啊，结果是讲掺染这个班级的粗俗豆啊。讲若要选买这个咖啡豆啊，会当看这个豆啊的外观甲色水，上较爱注意的是咖啡豆啊是毋是有生菇，啉这个生菇的咖啡是会致癌。 芳醇的咖啡倒一寡牛奶，阁会使牵花，一杯真高的拿铁就完成啊！袂少人逐工拢爱啉，抑过进前西雅图连锁咖啡厅，互人检举讲，强调100%的阿拉比卡豆啊有染着罗布斯塔豆啊，袂互消费者。民众无想要做潘啊，抑过去咖啡厅买豆的时要安怎分？ 比较劣质的咖啡豆啊，通常它的含水量因为比较不一致，它采收期比较长，所以它可能混了比较多不同采收期的豆子，所以它可能颜色从含水量比较高的暗绿色到其实已经含水量比较低的浅白色都会有。为青豆的外形来做判断，像这款外形较奇怪的豆啊，也有酒孔的豆啊，像这款细粒的叫做小圆豆的，这款豆啊，咖啡师傅拢袂用。还佫特别注意的是，这款已经生菇的豆啊，迄若无细致，会将毒素食落去腹肚底。 吃进去最主要造成肾衰竭，它也是一个肝毒物，它也是个致癌物啦。那它也会制造流产，所以它是一个多系统、多器官的毒物。除了外形，用啉的嘛会知，若是啉起来有土味，还是草味，一般这款豆的品质比较较歹。所以讲后摆你选豆的时，除了看外形，嘛会使加啉加比较，才会使避免将较歹咖啡啉落腹肚底。